歡迎嚟到半夜茶間。喺繁忙嘅生活裏面，你有冇試過覺得時間過得好快，一眨眼就冇咗？或者不時會感嘆人生苦短，點解有咁多嘢未做嘅？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特別嘅書，佢就係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 Seneca 嘅《論生命之短暫》On the Shortness of Life。塞內卡大約生活喺公元前5年到公元65年，係斯多葛主義學派 Stoicism 嘅重要人物。呢本書係佢寫俾朋友嘅一封書信，探討嘅正係關於生命長短同時間運用嘅哲學。可能我哋一聽到哲學兩個字就覺得好有距離，或者有啲學術性，但其實作者寫得好貼地。佢嘅觀察同埋思考，就算喺2000年後嘅今日，都依然令到讀者好有共鳴。首先，塞內卡喺書嘅開頭就指出，好多人都抱怨大自然唔公平，比我哋嘅生命咁短，而且時間過得好快。但係作者提出一個好唔同嘅觀點，佢話人民開始唔係我哋可以活嘅時間太短，而係我哋浪費咗好多時間。人民結束，人民開始，生命係夠長㗎，如果好好運用嘅話，足以成就最偉大嘅事物。人民結束，但係當生命被浪費喺漫不經心嘅享樂同無益嘅活動上面，直到死亡來臨，我哋先至會意識到生命就係咁樣流走咗。人民開始，我哋嘅生命並不短暫，而係我哋太浪費。人民結束，咁到底浪費時間喺邊呢？塞內卡列舉咗一大堆嘅例子，譬如有人被永不滿足嘅貪婪所佔據，有人勞心勞力但係只做冇用嘅事，有人沉溺於酒精，有人被政治抱負搞到精疲力盡，因為呢啲事物永遠受制於他人嘅判斷。有人為咗賺錢走遍天涯海角做生意，咁我哋要了解當時係冇飛機冇火車㗎，要走遍天涯海角可以係一件好浪費光陰嘅事嚟嘅。亦都有好多人由朝到晚要奉承權貴，但係最後一無所獲。亦都有好多人忙於追逐他人嘅錢財，或者抱怨自己嘅不足。同時亦都有好多人冇固定目標，只係被反覆無常、永不滿足嘅變幻莫測所擺布。塞內卡引用一位詩人所話：人民開始，我哋真正活着嘅生命只係一小部分。人民結束，佢話其餘嘅時間並唔係生命，而係純粹嘅時間流逝。佢甚至挑戰我哋去審視自己嘅生活。塞內卡話：如果你見到一個老人家已經接近甚至超過100歲，可以請佢審視一下自己嘅生命，有幾多時間花咗喺債主、情婦、權貴或者客戶嘅身上，幾多時間用喺同老婆嗌交、懲罰奴隸、穿梭城市去應酬，以及冇被利用嘅時間。最後你會發現，你真正擁有嘅年月比你想象中嘅少好多。呢個審視生命嘅概念，令我諗起另一個哲學巨人蘇格拉底所講嘅：未經審視嘅生活係唔值得過㗎。作者講嘅生命短促，唔係話上天俾我哋嘅時間唔夠長、唔夠多，而係生命其實係夠長㗎。前提係我哋要點樣識得去運用佢。好多人將寶貴嘅時間浪費喺一啲作者稱之為心神不寧嘅狀態裏面，例如追逐財富、政治野心、無意義嘅社交、應付各種事務，甚至係閒散同埋毫無目的嘅消磨時間都係。終日為外在嘅事奔波，為其他人嘅事煩惱，但係就從來冇時間俾自己。以作者嚟講，佢哋嘅生活唔係生活緊，佢哋係存在緊。佢哋可能存在咗好耐，
但從來冇真正活過。塞內卡並唔係鼓勵我哋放棄責任或者放棄對家人嘅關愛，相反，佢嘅重點係我哋要識得管理時間，唔好將時間白白浪費喺無謂嘅追逐同埋憂慮上面。最重要嘅係要將時間留返俾自己。呢個為自己而活唔係自私，而係將時間用喺心靈嘅培養、智慧嘅追求、對人生同宇宙嘅思考，即係作者講嘅 leisure 或者 studies。只有將時間完全奉獻俾自己嘅人，佢嘅生命先至係最長久㗎。所以作者嘅意思係，我哋並唔需要放棄所有重要嘅事務，但係我哋必須學識將時間嘅主控權擺返喺自己手裏面。塞內卡話：引文開始，冇人願意分享自己嘅錢財，但係我哋每個人就將生命瓜分咗俾幾多人呢？引文結束，今日好多人嘅慳家係指保存個人財產上，但係一講到浪費時間，佢哋就係最揮霍啦。呢個就係對時間，我哋最寶貴嘅財產嘅最大輕視。塞內卡強調唔好被外在嘅要求或者自己嘅慾望牽住自己個鼻走。我哋要有意識地去分配時間，確保我哋有足夠嘅時間去滋養內在，去真正體會同享受我哋嘅生命。唯有咁樣，我哋先至唔會喺臨終嘅時候發現自己其實從來冇真正活過。塞內卡認為，引文開始，阻礙生活嘅最大障礙係期待，佢依附於明日，卻失去今日。引文結束，佢話我哋將命運所控制嘅，即係我哋唔可以控制嘅事情，就排喺首位，但係嗰啲可以由我哋控制嘅嘢，我哋就放到最後。未來充滿未知之數，我哋應該活在當下。塞內卡形容嗰啲心神不定 preoccupied 嘅人，就好似行船遇到風浪，被吹嚟吹去，喺原地打轉。佢哋唔係經歷咗一次漫長嘅旅程，只係經歷咗一次漫長嘅顛簸。又好似將水倒入一個無底嘅容器，倒幾多都裝唔滿，因為佢哋嘅心充滿裂縫同埋漏洞。佢哋嘅生活只有顛簸，沒有旅程。咁點樣先可以停止顛簸，開始航行呢？塞內卡俾咗一個好重要嘅答案。引文開始，喺所有嘅人之中，只有好好利用時間學習哲學嘅人，先至係真正活着。引文結束，點解呢？因為佢哋唔單止好好看管自己嘅生命，佢哋仲將所有時代都拼入自己嘅生命當中，擁有過去所有時代嘅智慧。透過閱讀、學習、思考，我哋可以同歷史上所有偉大嘅心靈對話。就好似塞內卡講，我哋可以同蘇格拉底辯論，可以向斯多葛學派學習克服人性。呢種透過學習同埋反思，將自己連結到過去偉大智慧嘅行為，塞內卡用咗一個好妙嘅比喻。我哋成日話父母係命中注定㗎，我哋冇得揀，但係我哋可以選擇自己成為邊個嘅兒女。意思係我哋可以選擇繼承邊個思想家嘅智慧財產。呢啲財產越分享，收穫就會越多。佢哋會俾我哋一條通往不朽嘅路。所謂嘅名譽、紀念碑啊等等，終會被時間摧毀。但係哲學家所獻上嘅作品，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永垂不朽。哲學家嘅生命亦都因此名留千古。根據作者，真正嘅活着唔係我哋活咗幾耐，而係我哋點樣過活。我哋嘅心靈可以去到幾遠？
真正嘅閒暇 （leisure life） 唔係無所事事，而係將時間完全俾自己活出意義，唔俾佢荒廢，唔被他人控制，成為時間最節儉嘅守護者。人嘅生命係短暫嘅，但正因為係短暫，先顯得珍貴。塞內卡提出要不斷審視、反省自己嘅人生嘅意思，其實係一種自我觀照同內在探索。我哋需要思考，需要感受，需要安靜。呢個過程將我哋嘅心靈從外在事物拉回自身。呢個正正係塞內卡認為能夠獲得心靈平靜嘅重要途徑。當我哋安靜落嚟，專注於創造，我哋就可以滋養心靈，豐富生命。塞內卡話，真正嘅有閒暇嘅人係意識到自己係有閒暇嘅，意思係當我哋全程創造或者專注嘅時候，我哋會感受到一種心流，一種平靜而豐盛嘅狀態。我哋會清晰咁意識到呢段時間係屬於自己嘅。呢種感覺正正就係塞內卡所形容嘅人民開始將所有時間完全奉獻翻俾自己，人民結束嘅狀態。所以塞內卡提醒我哋，生命嘅長度並唔係最重要嘅，重要嘅係我哋點樣運用佢。唔好將我哋最好嘅時間留俾最差嘅年華，唔好將生活推遲到未來，活喺期待之中，因為期待只會蠶食我哋嘅今日。咁點樣開始呢？可以從停止無謂嘅忙碌做起，審視一下自己嘅時間，做個生命審計。有幾多時間真係用喺自己自身上面？有幾多時間只係為咗應酬，為咗無謂嘅面子，為咗追逐他人嘅期待？即使係要參與公共事務或者工作，塞內卡都認為應該有目的、有方向，唔好盲目奔波。佢甚至建議，如果外在環境令我哋無法全身投入公共服務，喺古希臘嘅時代參與公共服務係一種美德嚟嘅。我哋都可以退而求其次，喺私人領域透過思考、寫作、教導，或者只係作為一個好榜樣去服務他人同埋社會，成為一個有美德嘅人。我哋嘅存在本身就會係一種 positive influence 正面影響。呢種透過學習、反思同偉大心靈為伴嘅生活，係真正能夠讓我哋活得豐盛、活得廣闊嘅方式。講到呢度，我諗起古龍先生曾經比喻自己係兩邊燃燒嘅蠟燭。佢話兩頭燃燒嘅蠟燭光度強，結束也快。意思係生命雖短暫，但係要活得精彩有意義。又或者我哋可以嘗試一啲能夠讓我哋專注於當下、安靜心靈嘅活動，例如運動啦、睇書啊、學習樂器、種植盆栽啊等等。特別喺花草之中，學習感受時間嘅流動，學習欣賞瞬間短暫嘅美，學習將心靈回歸自身。喺呢個過程之中，體驗塞內卡所講嘅人民開始將所有時間完全奉獻俾自己，人民結束嘅豐盛同平靜。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俾大家一啲嘅啟發。塞內卡嘅論生命之短暫係一個好寶貴嘅提醒，提醒我哋要珍惜時間，要聰明地運用時間，珍惜自己，要活得有深度。重要嘅係質，唔係量。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節目。鍾意呢本書嘅，記得買返本返屋企慢慢睇。